好快咁講講屬雞嘅朋友喺2026年你哋嘅生肖運程。嗱，老實實啦，今年屬雞你哋咧冇犯太歲，再講清楚係冇犯太歲，唔需要去攝咩太歲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我年年都攝開咪攝咯，保一個心安。咁但係唔會因為我係冇即係我話犯太歲攝太歲呢個問題而去拜太歲嘅啫，純粹求平安。咁所以嘅話咧，今年我哋直接睇下咩吉凶星直年啊。今年上面有3粒吉星直年啊，掂碌蔗啊！咩星直年？先睇一粒叫天月星。天月咧係眾多吉星裏邊一粒最靚嘅貴人星，可以咁講最靚嘅貴人星。即係今年貴人當道啊，貴人扶持。即係話平時我都好少人幫我手啦，今年你記住啦，路在嘴邊。逢親貴人星直年嘅嘢咧，如果我平時我都係 one man show， 成日都係靠自己食自己嘅咧，今年嘗試下啦，去試下去問下身邊嘅朋友、身邊嘅人。咁你嘅成功嘅機會咧，幫到你嘅機會就好高啦。即係呢個叫主動嘅，即係你冇理由話我遇到問題要等人嚟扶持你㗎，你好笨噶嘛。貴人永遠都係你要揾啱人去幫你，就唔係要等嗰個人嚟自動幫你啊！你冇咁傻，千祈唔好做呢樣嘢。OK， 咁點樣可以增加個人嘅貴人星啊？咁咪多啲同人哋去食飯啊，請人哋食飯啊，去玩，人哋可能請翻你一貴人啦。咁咧做好自己嘅交際咧，今年自自然然咧貴人星會特別強啊！記住呢樣嘢啦嚇，即係今年唔好收埋自己喎，多啲反而倒翻轉，多啲聯誼一下啊！呢樣嘢記住。第二粒吉星我哋叫太陰星，除咗太陽之外，仲有太陰。太陰係指亦都係貴人星。不過好清晰嘅寫住係女貴人太陰，咁所以如果今年你個上司係屬於係一個女人嚟嘅話咧，我係雞屬雞嘅朋友啦，咁可能有好多唔同生肖噶嘛個同事，咁但係我咁啱我屬雞，我上司係女性嘅話咧，佢會俾好多晉升嘅機會我咁所以留意一下，如果咁啱得唔巧你係屬於個上司係女性咧，佢會咧即係唔係俾一定好多嘢做嘅，即係話俾我晉升機會，俾我錢揾啊，或者諸如此類，甚至乎我啲客戶佢係女性嚟嘅，今年咧女性嘅客戶亦都可能會俾好多生意你做啊，咁所以記住留意呢樣嘢啦。但係記住嗰個嘢，如果我係男性屬雞嘅朋友，你就今年如果我未拍拖咧，咁今年成功蜜運嘅機會亦都唔錯嘅，因為咧你得到女性嘅眷顧啊嘛，女性嘅照顧，女性嘅貴人，咁所以啲人望你都順眼啲嘅，咁所以今年如果有機會出擊就出擊。但係如果我係已婚嘅男士嘅話咧，你小心好多女性會黐埋你，無事獻殷勤啊，或者諸如此類嘅話咧，睇中咗你嘅咧，影響咗自己婚姻，或者影響咗本身自己感情，唔一定可能拍緊拖都有機會㗎就未有第三者介入咁樣咯。咁所以自己所以你以為佢係大吉星嘅話咧，佢可能有少少問題出現㗎，太陰星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第二粒星吉星叫紅鸞星，中間嗰粒紅鸞星，紅鸞星即係紅鸞星動咯，咁好少人會影響啊，即係譬如結婚嘅人會影響，咁所以就話咧，即係未結婚嘅人，如果係紅鸞星結婚就會特別旺，咁今年即係所以屬雞嘅朋友，如果你係有個對手，即係譬如我個女朋友或者我男朋友，今年我都好想追佢，想結婚好多年，但係咧佢一路都唔肯應承我。今年你就會係機遇佢，今年係機會，即係譬如佢係屬雞唔係你紅鸞星動，即係指今年佢突然間想結婚有呢種結婚嘅念頭，亦都如果喺嗰年結婚咧，會特別旺嘅，結婚特別旺。咁所以就話咧，如果佢一路都唔肯應承我結婚，而佢係屬雞嘅話咧，你向佢求婚或者問佢相關嘢咧，成功機會率就好高啦。所以呢粒叫紅鸞星唔會為你帶嚟財運，只會帶嚟如果真係結婚就會旺啲咁解嘅啫。所以就係貴人星大旺。兩粒凶星夾係咩嚟喎？一粒叫貫索星，貫索係咩咧？就係咧以前啲犯人咧，譬如拉10個去刑場或者去第二度咧，一個綁咗一個綁咗一個咧，中間嗰條繩呢條叫貫索，咁所以係指官非咯，亦指一啲俾人綁住困住，好難掙扎，一種好壓抑咁嘅感覺。咁所以咧，如果你應用喺自己生活嘅困難度，可能係啲錢銀嘅問題啦，或者阻滯啦。如果喺工作上會有啲小人啦、是非啦，令到你嗰個嘢咧，可能啲好難去掙脫啦。又或者係你一啲同創意嘅工作就話成日俾啲問題棘住你咁解嘅。咁所以貫索星係一種，佢又唔係一種心理星嘅，係一種事實，有啲嘢影響咗你，而令到你覺得向前行好困難，受到一種壓抑。咁所以咧要放鬆自己啦，即係唔好太過專注喺一啲你可能好多問題嘅嘢裏邊，咁你就自然咧過咗今年咪會出年可能會好啲咯嚇。好貫索星、勾神星記住咯，勾神星意思係咧可能我有一個神魂俾人哋勾走，咁當然就唔係話即係勾嗰啲勾魂使者或者諸如此類，就話今年會俾人勾死咗唔係意思，即係話好容易俾人哋講幾句説話，令到你誤導你，即係咩咧？啲電話騙案啊，即係我好中意形容呢啲啊，即係譬如如果你今年勾神星屬
雞嘅你哋嘅話咧，就好容易瀨嘢，即係電話騙案，又或者好容易受到感情嘅被欺騙啦、電話騙案啦、生意俾人揾笨呃錢，即係呢啲嘢咧好容易出現，你真係好容易受到外間人哋講嘅影響，令到你個成日唔能夠集中啊，或者諸如此類咁嘅情況嘅啫。咁所以咧，記住啦，實際啲啦嚇。咁所以今年屬雞嘅你哋冇犯太歲，貴人星非常之強，所以咧盡量好好利用呢啲貴人幫你。咁我亦都希望祝大家喺2026年身體健康、財源廣進。拜拜。